交通部拜四宣布，6月30開始實施2項駕照新制度，駕照也有這駕照呢，拒絕檢測、肇事繞跑等嚴重違規的高風險駕駛，會予人吊銷駕照，禁考3年以上。若停考駕照進程呢，就要完成駕訓課程。另外，7月開始呢，這汽車駕照的筆試改做50題的選擇題，也會增加5題危險減低影片題。駕駛強烈反抗，警察也請甲伊壓制。這是6月1日佇新北市中和涉嫌食酒甲食道賽車案件。根據警政署2026年1月到5月資料，食道賽車有6730件，若食酒賽車有22855件，其他佫拒絕檢測、肇事繞跑等等嚴重違規的高風險駕駛，攏會予人吊銷駕照，禁考3年以上。交通部拜四宣布，針對這的危險駕駛，為6月30開始實施加嚴的駕照管理措施，要強制完成駕照班訓練課程。這個駕駛執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，那未來這些人在重新申請考驗的時候，就必須要強制到這個駕訓班去完成駕訓的一個課程之後，才能夠這一個報考。交通部表示，這嚴重違規，駕照予人吊銷、禁考超過3年的民眾，因為長時間無賽車，風險應變能力已經退化，所以一定要上課。若無按照規定，就賽車上路，不管有駕照無駕照，攏會罰6萬塊。另外，7月份要去考汽車駕照的民眾嘛要注意咯，筆試題目嘛有改變。那個在題目裡面增加鑑別度，包含一些觀念嘛，一些法規攏跟以前不同款吶，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借由這些題目的調整，引導大家有更新的防禦駕駛的觀念。交通部公路局表示，未來駕照的筆試全面改做選擇題，考題嘛為原本40題增加到50題，頭擺增加危險減低情景影片題。交通部表示，希望透過新制加強駕駛的法規認知、風險辨識能力，才能減少交通事故幾率。記者郭正陽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